各位线顶的朋友，大家好，阮是老台语瑞士的台语社。为着要互阮的台语更较进步，阮想要来读一寡故事，互线顶的朋友听。请大家毋通气嫌，若是有讲无周全的所在，嘛请逐阮指导一下。拄开始，阮要读的即本书叫做《大树爷搞火气》。即本书的作者是郑顺聪老师，伊是2018年为前卫出版社所出版的。咱线顶的朋友会当伫要困之前听即个故事，然后好好啊困一下。大树爷搞火气第一集，蜡条。炭桶捡到一粒赖达，伊用大头母去拔火刀，圆润润，粗白白，刷来吸落去，走一条火籽出来，袂输豆菜。炭桶笑啊，空空笑，感觉介好耍。伊佫吸一摆，甲火籽看互真足，外壳黄润润，心是空色的。迄款孔，比透早日头抑佫秘伫山后壁面的迄款孔，佫较神秘。火烧伤久，火刀烧烫烫，炭桶起好有着，嗅掉，随跍咧裤骹找，伊甲赖达捡起来，加发现一支蜡条，就干捻起来。有那拔蜡条的影影。炭桶有哪想讲，顶摆风台暝，阿嬷温准因饲的狗阿不日入厝内闪风劈雨，耍甲长欢喜，啪一声，失电啊！阿嬷骹手真溜俩，随甲蜡条点互倒。迄暗，炭桶记甲一清二楚，随网外口口风香雨，随网暗顿，敢若青梅配罐头。阿嬷的面容是遐尼啊慈祥，想起囡仔时，本互人做新妇仔的悲伤往事，目屎插插滴。蜡条对咧四男随，即间破凹的家厝仔，罕得有温柔的光来照。细神倒转来，炭桶头海海咧。即摆，伊甲蜡条点互倒，也欢欢，互油一点一点滴落饭桌仔。随后，逐蜡条的尻川黏起哩，菜甲温达达。炭桶笑啊，笑甲喙角利西西。伊发现蜡条的火含赖达的精神，拢是长拄圆。黄壳、空心，敢若加一条乌焦的线。会记得老师讲过，蜡条的心是用面洗甲的，油点点啊咧输，火就温温啊烧。目睭微微，炭桶想要甲油惊伫蜡条心的迄款无用看现现。无，伊啥物拢无看到。炭桶想要甲上互真，火籽熄一个，烧一个破空出来，愈来愈大空，展开一幅旷宽的景致，有关山，有大海，有繁华的都市。歇热就要到尾啊！炭桶所有的同学，拢去外县市佚佗过啊！有人去台北市百货公司坐坐温淡水线，有人去垦丁耍水，也是掠过台湾尾去后山甲原住民学文化。炭桶上大愿望是去游乐园食冰淇淋，坐刺激的云霄飞车。
拖汤还袂出世，老爸就死啊。妈妈伫外围食老路趁钱，甲伊等伫庄骹，久久也接转来一届。规个歇热，拖汤就是酒咧阿婆庄，甲阿嬷相对看，掠杀母相加，一步拢无踏出去。悲哀啊悲哀！囡仔差要出去耍，就要叫蛤蟆修理。妈讲：你即个狗屎囡仔，毋来甲我斗相共，阁想要出去佚佗，你无想讲咱遐尼瘦，遐可怜，连好鬼掠去咯。囡仔听着百句言，拖汤随大耳孔黄起来。安尼，规个热天，吵甲用要死的鸡蝉，就听袂着啊。想到今年的歇热，伊倒位拢无去，拖汤就厌去。六条火煞花去，剩一条乌烟仔烟密的心，写甲歪高刺出。拖汤甲六条点互倒，随喷互花，点倒喷花，点倒喷花。点倒喷花，无聊甲要死啊啦！伊甲拉搭平条，牵着日子，啪一声，迄个声音拍醒拖汤，互因踮骹双手，甲一张日子纸立落来。日子纸无字丝，拖汤看看摕去火纸头顶，纸随烧起来，声音嘶嘶簌簌，敢若放火烧田，要偌久全变做灰。无够开，拖汤嫌无够开，搁惊叫阿嬷长着，变翘甲日子规个掀起来，按年尾开始立。一张一张叠做规圆，饭桌仔顶摆甲敢若旗子。当时耳仔敢若听着老师的教示：火是不只啊危险的物件，毋通滥散。若是死甲贼，会火烧厝，代志就大条啊！拖汤逐火喷互花，规间厝内暗烁烁。这时，室内剩一拍蜡条光，拖汤面近我，目睭闭起来，下愿离开这个无聊、无伴也无庄，去游乐园食冰淇淋，坐云霄飞车，飞上天。一拍无够光，拖汤偏头甲日子纸球点火。第一圆，第二圆，第三圆，10几圆纸烧甲光影影，日子纸正做火海。阿不离大声吼，吼甲要起痟。突然间有风口入来，逐纸球闪落去裤骹，连对油咧咧报纸遐去，火旺旺烧，代志大条啊！拖汤要救嘛无法度，袂输火鸟放出人，化作凤凰飞上天。